新北市最近是又搁查到毒品工厂，其中新型毒品依托米酯嫌犯是拢专卖予约为18岁少年人。另外，伫咧台北市是有抓到一个22岁查甫人无牌骑车，经过警方的搜查，佮对这机车内底超出一大堆的毒家背包。趁停红灯的时，警方去甲伊拿走。有驾照吗？面对警察问话，技师坦诚讲无驾照，毋过伊的言行甲动作表现真古怪。员警扩大调查，伫机车的置物箱发现状况，有44包印泡泡玛特机械蜡母母多样的物件。毋过这拢是毒家背包。涉案的22岁姓李的男性，正常伫台北大安区涉嫌无驾照又搁藏毒，也若敢有食赌骑车，即马等待检验厘清。正当严警依法执行扣车时，见李兰神情紧张，后续便自行交付藏匿在置物箱里面的第3级毒品。全案讯后依意图贩卖毒品罪嫌，移请台北地检署侦办。这款的毒家背包已经拖入去青少年族群，即马搁加毒烟弹，加重新型毒品四季团的情形。亲像伫新北市，警方就装到毒品分赃厂查扣的依托米酯烟弹，嫌犯是锁定卖予青少年。当场查获白姓及蔡姓2名犯嫌，以该指经营2级毒品依托米酯，俗称上市烟弹的制毒分装工厂。毋但毒害青少年，制造的毒品也包含 K 他命、毒药灯、毒家背包等等。抓到2名毒贩，如今也予以毒品条例来移送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